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當中一齊守主嘅聖日。今日係顯現期嘅第5個主日，請預備安靜我哋嘅心靈，我哋同唱此禮聖頌，開始今日嘅崇拜。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宣召，來啊！我們要屈膝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因為他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請我同唱詩普天頌讚56首聖名榮光歌。請坐。以下禱告嘅時間，我請洪俊強牧師帶領我哋同心祈禱。請同心低頭祈禱。親愛天父，愛我哋嘅主，感謝你又俾我哋新嘅一個禮拜。我哋知道主你好願意我哋親近你，因為你一直都好想親近我哋。所以主啊，幫助我哋嚟到呢個殿裏邊，唔係淨係呢個肉體嘅坐喺度，我哋嘅心靈係打開，我哋睇到神你自己嘅同在。當我哋親近你嘅時候，你就親近我哋，又讓我哋嘅心靈能夠真係敞開嘅時候，將一切嘅憂慮重擔去卸過俾你。當我哋親近你嘅時候，我哋又睇到你嘅榮美，因為你嘅榮美係我哋應該一生一世要瞻仰嘅。當我哋瞻仰你嘅榮美嘅時候，睇到你自己嘅豐盛，睇到你自己嘅慈愛，睇到你自己嘅偉大，更加睇到你係好眷顧我哋嘅時候，我哋更加喺你面前嚟到去支取力量。所以我哋喺你面前恭敬將整個崇拜交喺你嘅手中。無論我哋咩嘅心靈，
都讓我哋喺你面前有所更新，使到我哋能夠喺嚟緊呢個禮拜又可以靠主嚟到得力。所以主，我哋恭敬將我哋呢個崇拜交你嘅手中，求主你賜福，聽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請我哋同眾主禱文，繼續我哋嘅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嘅名為聖，願父嘅國降臨，願父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有求饒恕我們嘅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門。而家我哋再唱一首嘅詩歌，我哋今日選唱嘅詩歌係《輕輕聽》。請起立。請坐。跟住我哋係企嘅經文，今日經文係選自詩篇112篇1至9節，由我讀單節，請會眾讀雙節，最後一節我哋一齊嘅誦讀。詩篇112篇，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他家中有貨財有錢財，他的公義傳到永遠。施恩與人，借貸與人的，這人事情順利。他被審判的時候，要訴明自己的冤。他必不怕兇惡的訊息，他心堅定，倚靠耶和華。他施捨錢財，周濟貧窮，他的仁義傳到永遠。
他的國必被高舉，大有榮耀。跟住落嚟係今日嘅經選，今日嘅經文係選自撒母耳記第3章1至12節。請聽我誦讀。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華。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臥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上帝的燈在上帝耶和華殿內約櫃那裏還沒有熄滅，撒母耳已經睡了。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裏。就跑到以利那裏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裏。以利回答說：我沒有呼喚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華又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裏。以利回答說：我的兒，我沒有呼喚你，你去睡吧。那時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耶和華的默示。耶和華第3次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你又呼喚我，我在這裏。以利才明白是耶和華呼喚童子，因此以利對撒母耳說：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喚你，你就說：耶和華請說，僕人敬聽。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處。耶和華又來站着，像前3次呼喚說：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說：請說，僕人敬聽。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聽見的人都必耳鳴。我指着以利家所說的話，到了時候，我必始終應驗在以利身上。跟住係講道嘅時間，今日係好高興邀請到洪信強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今日嘅題旨係耶和華的言語稀少。弟兄姊妹平安。當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要聽神嘅説話。頭先呢段聖經咧，可能咧大家啦都已經係乜嘢？可能讀過啦，係咪？但係無論如何喺當中有一節聖經咧，就係好有提醒嘅。呢節聖經嘅就係咧第1節嗰度講，我哋一齊再讀多一次好唔好啊？佢話：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華。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當我讀呢段聖經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提醒。特別佢提到咧耶和華嘅言語稀少，咁我就覺得我哋需要咧喺年初嘅時候咧，都能夠可以咧有喺神嘅説話上高係有所提醒。喺呢度好清楚提到耶和華嘅言語稀少。咁呢個言語稀少係指乜嘢嘢呢？咁啊，因為聖經裏邊咧，我哋要探討裏邊好多時候佢寫咗一啲嘢嘅時候，要時時問有咩意思啦？點解要咁寫啦？咁呢個好重要。咁你咁透過呢啲探討嘅時候，你就會對神嘅説話有更深入嘅認識同埋咧吸收啦。係啊，點解耶和華喺呢個時候佢話佢嘅言語稀少係乜嘢意思呢？咁當然我哋要睇埋原來有下文就可以俾我哋一啲嘅所謂答案啦。因為佢話耶和華嘅言語稀少，下底一個記字係乜嘢啊？請讀俾我聽。不常有默示，係啦，不常有默示。咁其實呢，原來佢係指到呢特別神佢自己嘅對人一啲講嘅説話。咁其實如果你問翻轉頭，當時嘅以色列人有冇神嘅説話呢？有冇啊？其實有㗎，因為當佢哋過約旦河進入呢一個嘅迦南地嘅時候，呢一個嘅呢個約書亞記呢，就領受到神嘅乜嘢啊？神嘅交託同埋神嘅吩咐係要乜嘢？讀神嘅説話。因為點解？當時候已經有咗乜嘢？有咗摩西五經啊！
喺摩西五經裏邊咧，呢個嘅神嘅説話已經有好多嘅啟示，因為我哋知道咧，摩西五經有幾多卷經書啊？咁話到明五經啦嘛，係咪啊？就係5卷經書啊嘛，背俾我聽邊5卷啊？第一卷都唔識啊，打手板啊，係咪啊？第一卷書係咩啊？創世記。第二咧，出埃及記。死啦，出唔到埃及咁啊點啊？添哥哥都係利未記，仲有咧民數記、申命記，係咪啊？創出利民申啊嘛，所以咧就係呢一個好清楚要知道，哇！原來有5經咁多喎。咁喺呢個5經嘅流到去約書亞嘅時候，神話你要讀啊，所以約書亞係點做啊？第8章約書亞記第8章32節，我哋讀呢幾節聖經，請讀。約書亞在那裏，當着以色列人面前，將摩西所寫的律法抄寫在石頭上。以色列眾人，無論是本地是寄居的和長老、官長並審判官，都站在約櫃兩旁，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對着基利心山，一半對着以巴路山，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華僕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隨後約書亞將律法上祝福咒詛的話，照着律法書上一切所寫的，都宣讀了一遍。哇！你讀到呢幾節聖經嘅時候，就你睇到咧，神係好語重心長咩啊？好想以色列人呢係讀佢嘅説話，讀佢嘅説話做乜嘢啊？有2大部分，一部分咧係要賜福俾呢一個以色列人，所以有祝福嘅説話。亦都有咩啊？咒詛嘅説話，咒詛唔係話神要咒詛人，乃係話警告人。警告人乜嘢？當人唔聽神嘅説話嘅時候咧，就會乜嘢？咒詛，即係話嗰啲嘅禍患咧，就嚟到臨到啦。咁所以呢個摩西五經，哇一路傳到落嚟嘅時候，換句話講，到撒母耳嘅時候，有冇摩西五經啊？佢哋應該已經同樣有摩西五經可以讀噶啦。但係到咗士師時期嘅時候呢，你發唔發現到？自從呢一個嘅底波拉士師，我哋如果你熟聖經就知道啦佢有一啲嘅事蹟嘅記載，幾乎冇明顯嘅先知性嘅話語，只有約拿哈拿嗰個讚歌同埋神人對以利家嘅預言。換句話講，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啦。因為點解？因為當我哋想到士師時代嘅時候，竟然乜嘢唔多耶和華嘅話語，咁你一諗到，咦係士師時代喎？點解入迦南地嘅時候應該有好多神嘅説話帶領噶嘛？就好似約書亞，當佢帶領以色列人嘅時候，喺約書亞記就記載乜嘢？佢領受神好多個説話嚟到教佢點樣嚟到預備百姓，點樣嚟到帶百姓咧嚟到進入呢個迦南，係咪啊？咁所以好緊要嘅。但係去到士師時代，點解冇咧？好明顯就話俾你聽嘛，耶和華嗰陣時候好想同人講説話。係乜嘢？但係只不過咧，人唔願意聽耶和華話。當人唔願意聽耶和華話嘅時候，咁耶和華要多講，咁即係咩？兩個多講嘅時候就多餘咯。我相信我哋做父母嘅有陣時候都係乜嘢？都經歷過呢啲所謂多講多餘啊。因為點解？教仔教女有冇多講啊？你多唔多講啊？多到個地步都唔聽嘅時候，你係咩啊？講都多餘啦，係咪啊？所以有時候咧話，慳翻啖氣咁啊。咁當然我哋即係盡量都唔希望係咁啦，係咪啊？咁所以當我諗到哇，而家喺呢個耶和華言語稀少嘅時候，我就會第一個問題就探討啦。點解耶和華嘅言語稀少咧？你睇呢個頭先我所讀嘅呢個撒母耳記上嘅時候，你就睇到有2個人。就係咧以利嘅2個兒子，聖經點樣形容佢咧？係第2章嘅第12節上文啦上文呢度點講？12章12節，請讀俾我聽。以利的2個兒子是乜嘢？是惡人，即係好明顯就係頭先我所講係以利2個兒子係惡啊！咩惡意思啊？即係話咧好兇惡啦，或者係咧好乜嘢啊？好不可一世啦，係咪啊？甚至乎咧橫行啦哇！如果你真係讀聖經嘅時候，佢哋真係幾橫行嘅喎。因為聖經點講啊？呢2個兒子係惡人嘅時候，跟住佢有註腳嘅喎，就係話咩？第13節讀俾我聽，佢話乜嘢？
這二祭司待百姓是這樣的規矩：凡有人獻祭，正煮肉的時候，祭司的僕人就來，手拿3齒的叉子，又將叉子往罐裏或鼎裏或釜裏或鍋裏一插，插上來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羅的以色列人，他們都是這樣看待。哇！咁呢兩個人你話惡唔惡啊？祭司佢應該係咩？唔係隨便咁嚟到去攞肉噶嘛，係咪啊？但係呢個時候呢，哇！嗰啲人喺度煮緊嘅時候，佢唔理咯，就喺攞個叉就叉嗰啲祭肉上嚟。而且祭司唔係所有肉都要食嘅喎，係限定我哋食胸肉啦，同埋嗰個髀嘅喎，咁但係呢，佢哋就亂嚟啦，甚至亂嚟到咩地步呢？第15節請讀俾我聽。又在未燒脂油以前，祭司的僕人就來對獻祭的人說：將肉給祭司，叫他烤白，他不要煮過的，要生的。獻祭的人若說必須先燒脂油，然後你們可以隨意取肉，僕人就說：你立時給我，不然我便搶去。如此，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因為他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或者係他們使人厭棄給耶和華獻祭。哇！好幾次嘅聖經就講盡佢哋嗰啲嘅惡行啊，係咪啊？哇！獻祭嗰個嘅脂油係好緊要嘅，脂油獻俾邊個㗎？獻俾耶和華神㗎。嗰個即稱為一個馨香嘅祭即係表示咧，我哋係將呢一個咁好嘅嘢咧嚟到獻俾耶和華亦都係預表我哋嘅心，我哋呢個人係應該將好嘢嚟到獻俾神。誰不知咧，呢兩個祭司都未燒啫，就要話俾佢喎咁你話係咪更加藐視？唔單止惡，係藐視神嘅祭物啊！仲有咧，又影響人獻祭添喎！哇！我獻咗啲祭。你呢度攞晒去嘅時候，最好嗰啲嘢你又攞咗去嘅時候，我都未燒俾耶和華嘅時候，你又攞埋去嘅時候，我做咩要獻啊？哇！影響人嘅心添喎，係咪啊？所以喺呢個時候，呢兩個人佢犯嘅罪真係乜嘢？真係喺神面前係稱為係甚重啊！因為夠惡啊嘛所以今日我諗下耶和華嘅言語點解咁稀少呢？咁其實我喺度諗下，佢哋應該係乜嘢？應該聽過耶和華嘅話，但係聽過耶和華點咧嘅話又點咧？聖經話幫我聽，佢話聖經喺第12節話，以利的兩個兒子點樣啊？不咩啊？認識耶和華。第二樣嘢，唔單止惡，原來都係不認識耶和華嘅。我問下大家啦，作為祭司嘅兒子唔認識耶和華，究竟點樣理解咧？即係好容易啫嘛！你問下我。你係牧師喎，你兩個仔認唔認識耶穌基督啊？如果我話俾你聽唔認識，咁邊個罪過啊？梗係我罪過啦，係咪啊？所以細個我哋好着緊咩嘢？將細蚊仔帶到耶和華面前嘅喎，帶到神面前嘅喎，細個我就要將佢講救恩嘅咯，我記得咧有一日咧3歲咧，我就同我仔咧講救恩嘅咯。講完救恩嘅時候，佢話願意信耶穌喎，所以有時候我大個咗啦，又問翻佢嘅時候，你幾時信耶穌啊？我話有一日爸爸你喺廳嗰度同我講耶穌咯，咁你話好唔好啊？3歲就可以明白噶咯，你有冇孫啊？因為望落去你好多人都有孫噶咯，係咪啊？有冇同你個孫講救恩啊？冇啊，冇啊，真係可能要考慮啦。真係如果從細個就認識耶和華神，認識救恩，好唔好啊？梗係好啦，因為聖經話俾我聽啊嘛，細蚊仔要從小就教佢噶啦，教咗佢之後，等佢到老也不偏離啊嘛，係咪啊？咁我諗下，以利兩個兒子，佢哋應該係認識耶和華嘅喎，係咪啊？從細佢哋就成日聽人念摩西五經啦，係咪啊？佢自己都要讀俾人聽喎。佢聽過耶和華係甚至帶領以色列人係點樣嚟到出埃及，點樣嚟到咧過紅海，點樣嚟到咩嘢過約旦河，更加係嚟到呢個時候更加知道點樣嚟到砌低嗰啲耶利哥嗰啲巨人，係咪啊？好多呢啲嘅歷史。佢哋應該係喺佢哋嘅先祖、佢哋嘅祖先
話俾佢聽講故事嘅時候，細個都聽啦。所以你同我個仔女可能都有講嘅，孫就冇講係咪啊？你同我啲仔女識唔識嘢？呢個大衛打耶利呢個耶利哥打呢個哥利亞，識唔識啊？唔識啊？唔識啊？你嘅錯咯，係咪啊？哇！你應該你啲仔女應該話俾佢聽嘛嚇。所以以利嘅兩個仔應該好認識耶和華喎，但係點解唔認識呢？我諗到其中嘅理由啦，就係因為頭腦上嘅知道同埋知識上嘅認識係同你真正心靈裏邊嗰個嘅認識係不一樣嘅，同唔同意啊？即係話得個知字，冇入心啊！冇入心嘅時候，講幾多佢都係咩啊？都係左耳入就右耳咩啊？右耳出，或者我哋話好多人聽嘢咧就係水過鴨背啊！咁你知道咩叫水過鴨背㗎啦？係咪啊？到咗啲水瀡就瀡咗去咯喎，係咪啊？會唔會以你兩個兒子又係咁樣？所以對佢哋嚟講係好似耶和華嘅稀事稀少啊！聖經話幫你聽乜嘢啊？提多書嗰度新約點講啊？一齊讀。他們說是認識神，行事卻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惡的，是悖逆的，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所以你諗下，佢係咪真係認識神呢？唔係真係認識神啊！所以要留意喎，係咪？所以問下自己，我今日真係認識神啦，抑或係假嘅認識神呢？如果我真係認識神嘅時候，我嘅行事為人係點樣呢？仍然都係唔好嘅時候，會唔會我唔係真係認識呢？因為當我哋認識嘅時候，認識咗神嘅時候，聖經何西阿書話俾我聽啦，我哋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乜嘢？晨光，一齊讀，他必臨到我們像咩？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當我哋真係認識神嘅時候，原來我哋嘅生命就得着滋潤噶咯。咁得着滋潤嘅時候，我哋嘅生命就點啊？係應該豐盛噶咯，係咪啊？咁仲有呢？呢個約伯記話俾我聽咩？一齊讀，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當我哋真係認識神嘅時候，原來我哋就可以心裏邊真係有嗰份嘅平安，有嗰份嘅屬靈嘅生命嘅經歷，同埋呢有經歷到神佢自己嘅賜福。但係呢，當我哋唔認識神嘅時候，淨係呢聽神嘅説話冇擺喺心裏邊嘅時候呢，我哋做事呢就乜嘢啊？仲唔能夠可以經歷神呢一切嘅福氣啦。所以哥羅西書話俾我哋聽咩？你請讀，佢話乜嘢啊？使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就更加認識神。一個人更加認識神嘅時候，原來就顯明係乜嘢？喺一切嘅善事上高多結果子啊！咁所以呢兩個兒子，祭司以利嘅兩個兒子，又係祭司嚟嘅喎嚇。咁佢哋就話行惡唔認識神，即係好明顯佢哋係乜嘢？佢哋唔係真係嘅認識神，所以呢個係咪好嚴重嘅事呢？耶和華嘅言語稀少。第三個原因，聖經喺撒母耳記上第2章嗰度28節講，請讀。在以色列眾支派中大聲啲，我不是揀選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燒香，在我壇上獻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將以色列人所獻的火祭都賜給你的父家嗎？第29節，我所吩咐獻在我居所的祭物，你們為何踐踏？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我，將我民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最後第30節，因此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我曾說你和你父家必永遠行在我面前，現在我卻說決不容你們這樣行，因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呢個就係話俾我哋聽，以利嘅兩個兒子屢勸不改，點解？因為佢根本就係唔尊神為聖，唔尊重神。連爸爸提醒佢哋，以利話：阿仔啊，你哋嘅惡行咧風聲唔好啊！哇，人係得罪神係小事喎，得罪人係小事喎，得罪神係大件事喎。但係咧，佢哋卻唔聽。咁啊，以利勸多兩勸都唔勸添啊，任憑佢哋。咁所以新約聖經話俾我哋聽，當我哋唔聽從神嘅時候，個結果係咩啊？個結果就大咯。第31節請讀，佢話乜嘢？
日子必到，我要截斷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沒有一個老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亨通的時候，你必看見我居所的敗落，在你家中必永遠沒有一個老年人。咁你話讀到呢兩節聖經嘅時候，係咪真係好咩啊？好心噏喎，個個都短命，冇老年人喎。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好多家庭裏邊都有老年人啊，其實係一種福氣嚟嘅喎。因為我哋成日話啊嘛，家有一老咩啊？如一寶，你屋企有冇人當你係寶啊？因為當你係禾稈草啊，咁應該寶貝你噶嘛，係咪啊？因為你人生有咁多嘅閲歷，咁多嘅故事俾你聽，咁多嘅你自己嘅一啲嘅人生嘅經驗要話俾你聽，係咪啊？但係竟然係咩啊？完全睇唔到以利後來嘅後裔，佢有老年人，哇！咁啊，即係話呢個家庭係即係真係中咗耶和華嘅預言啦，因為佢哋唔尊重神，嚟到以耶和華為神嘅時候咧，呢個福氣長壽嘅福氣就冇臨到佢哋啦。咁所以今日哇，原來唔尊重神。如果你讀聖經，好多嘅聖經都話幫你聽好多即係嗰個嘅受罰嘅結果啊，連摩西啊。聖經點講啊？申命記32節嘅時候，耶和華對32章嗰度，耶和華對摩西説：一齊讀，佢話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沒有尊我為聖，得罪了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遠遠地觀看，卻不得進去。哇！你讀到呢啲説話嘅時候，係咪好觸目驚心啊？而摩西啊，佢稍微唔尊重神嘅時候，因為佢係領袖啊嘛，咁偉大嘅領袖，喺嗰一次一個神真係叫佢吩咐磐石出水嘅時候，佢冇照神嘅吩咐，反而乜嘢發脾氣，打磐石。呢個唔係耶和華吩咐。咁嘅時候，所以耶和華話：你唔喺眾人面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冇得入迦南地啊！哇！呢個傷唔傷心啊？係非常之傷心嘅，因為迦南地係賜過俾以色列人，係應許地嚟㗎。能夠進入應許地係一個好睇到神佢自己嘅福氣臨到，同埋咧神佢自己嘅信實啊！竟然咁偉大嘅摩西，佢都唔能夠乜嘢進入呢個迦南地啊！我唔係話唔得救啊，佢得救嘅，不過唔能夠進入應許地嘅時候係點解？一句説話，你唔喺眾人面前尊我為聖，得罪咗我啊！所以得罪咗神，唔尊耶和華為聖嘅時候，呢個事實上係令到人呢係聽唔到神嘅説話，不得已亦都被責備嘅。所以舊約嘅時候寫到最後一卷書，馬拉基書第1章第6節嗰度點講啊？一齊讀：萬軍之耶和華對你們說：藐視我名的祭司啊，兒子尊敬父親，僕人敬畏主人。我若是父親，我該受的尊敬在哪裏呢？我若是主人，我應得的敬畏在哪裏呢？哇！以色列人一直去蒙神佢自己帶領，去到馬拉基書嘅時候，後舊約最後一卷書，原來以色列人一直都係咁背逆，唔尊神為聖喎。怪唔得佢哋就乜嘢？就被擄啦，係咪啊？被擄咗之後，寫完馬拉基書，跟住嚟一卷咩書啊？如果你讀啊呢一個新約嘅時候，係距離馬拉基書幾時啊？係400年，400年就係新約同舊約之間呢個所謂沉默嘅一段嘅時間。點解會咁長呢？當然神有佢嘅計劃，但係好明顯都係同人真係喺呢個罪中，以至到神嘅説話沉默咗落嚟有關係。呢個好多人都覺得都係好合理嘅。係啊，所以耶和華嘅原意稀少係咩啊？當人唔尊重神嘅時候，講你都唔聽，咁啊只有等啦，係咪啊？只有等到咧，真係你要回轉啦但係聖經亦都話俾我哋聽咩啊？當人喺呢一個任意而行嘅時候，亦都係因為咩啊？唔聽神嘅説話嘅時候聖經話俾我哋聽，第2章嘅第25節：人若得罪人，有士師審判他。人若得罪耶和華，誰能為他祈求呢？然而他們還是不聽父親嘅話。所以當我哋睇到呢個士師時代去到以利差唔多最後嘅呢個士師時代嘅時候，佢哋係咩啊？佢話俾我哋聽，都係唔聽耶和華嘅話。甚至到士師時代最出名嘅一句説話係乜嘢啊？
就係士師記嘅最後一章嗰度講21章嘅25節，請讀。那時以色列人中沒有王，各人咩啊？任意而行。所以當我哋睇到人唔聽神嘅説話嘅時候，任意而行嘅時候，就算講咗神嘅説話，你都好似聽唔到啊，係咪啊？就好似咧新約都提醒我哋，新約提醒我哋乜嘢？當人唔聽神嘅説話嘅時候，聖經話俾我哋聽乜嘢？神就任憑佢哋隨着心裏邊嘅乜嘢情慾行污穢嘅事，彼此沾辱自己嘅身體，將神嘅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更不敬奉那造物之主。所以今日當我哋睇到以利兩個兒子嘅時候，我哋就知道佢哋點領受唔到神嘅説話，因為事實上佢哋唔聽神嘅説話，亦都唔尊重神嘅説話。哇！我一路諗嘅時候，哇，好多點嘅喎，係咩啊？唔喜愛神嘅説話，唔求神嘅説話，唔讀神嘅説話，唔思想神嘅説話，唔查考神嘅説話，唔紀念神嘅説話，最後更加不遵行神嘅説話。哇！如果係咁嘅時候，你話人去到咩程度呢？真係怪唔得神要提醒寫低呢句説話，耶和華言語稀少，係作為一個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你話哇，咁多年前嘅事嘅啫，超過2000年前嘅事嘅啫，咁同我有咩關係啊？咁我就問一個問題啦，應用啦嘛，聖經要係咪？咁現今嘅世界尊重神，人尊唔尊重神嘅説話？你話俾我聽。現今嘅世界嘅人尊唔尊重神嘅説話？你睇一啲嘅統計啊，2025年 State of Theology Report Pew Research 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所謂時事咧做統計嘅一個機構嚟㗎。佢有特別其中一點啦，將好多點佢哋嚇。其中一點就關乎聖經嘅地位。聖經嘅地位而家喺美國嘅人嘅所謂基督徒嘅生活當中係點樣？請你睇第一點係咩？大約嘅50% 嘅基督徒相信聖經唔係唯一嘅道路，唯一嘅真理引人去到神嗰度。你話嚴唔嚴重啊？係好嚴重啊！而家講緊係基督徒，所以今日如果問你，你相唔相信聖經就係唯一嘅真理去引導人去神嗰度呢？也唔肯定。可能而家咧基督徒都話唔係啊，仲有好多嘢，好多教訓啊，好多合理嘅嘢啦。佢唔係唯一嘅咁嘅時候，咁你話會唔會都係我哋人對於神嘅説話唔尊重咧？跟住佢又話咩嘢？佢話約有46%嘅受訪者認為聖經嘅教導係個人嘅意見，而唔係客觀嘅事實。即係話聖經有咩偏見呢？係咪啊？聖經話你自己個人領受嘅啫，都唔係咧俾我哋一個好清楚嘅真理、客觀嘅真理。如果係咁嘅時候，俾我哋因為所謂聽神嘅説話嘅人嚟講，係咪就減低嗰個意欲呢？以至到嘅人咧係點啊？唔肯去尋求聖經裏邊去揾嗰個真理嘅答案呢？而且聖經話俾你聽，呢個統計話俾你聽乜嘢？只有49%嘅成年人認為聖經所有教導都係100%準確喎。呢個嚴唔嚴重啊？更加嚴重，因為話簡單嚟講，即係話聖經唔係無誤嘅，聖經有錯誤。弟兄姊妹，如果世界嘅人咁樣嚟睇聖經有錯誤嘅時候，你話啲人點會有興趣嚟去聽聖經呢？係咪啊？所以越嚟越你睇到啲人真係即係對聖經好似咧唔係咁大興趣喎，甚至乎佢哋對聖經嘅態度係點樣啊？你話咩？超過85%嘅美國基督徒擁有至少一本聖經，但係僅有14%嘅人係表示每日去閱讀聖經。我想問下你哋啦，你哋屋企有冇一本聖經或者以上嘅？止唔止一本啊？唔止啊！但係問題就係，我哋有冇每日都讀聖經啊？可能喺你屋企裏邊，可能有10本8本聖經。咁多又點呢？如果你唔攞嚟讀嘅時候，咁係咪耶和華嘅説話稀少啊？係真嘅喎，甚至呢一個另外一個統計嘅話俾你聽，好多自稱為基督徒嘅人對聖經嘅基本敘事都係唔陌生嘅喎。哇！譬如話咩啊？邊個係摩西啊？問下佢哋，唔知道邊個係摩西喎？你知唔知邊個係摩西啊？
十誡嘅內容知唔知係咩啊？即係拗下頭啦，會唔會好多嘢講完之後都唔知係咩嚟嘅喎？咁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對聖經嗰種嘅基本好多嘅教導係唔認識嘅時候，怪唔得呢種嘅現象被稱為係乜嘢？聖經文盲化。所以有啲人話美國墮落到一個地步咩啊？係聖經文盲，有好多聖經，但係唔攞嚟讀嘅時候，咁啊點啊？咁啊所以咧就變得你問佢聖經嘅嘢，好多都唔識。係咁嘅時候，你點樣嚟到為真理做見證呢？係咪啊？喺呢個嘅呢個箴言嗰度好清楚話俾你聽，請讀：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為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沒有異象呢個或者係默示咧，就係神嘅説話。所以今日我哋要睇到，原來以色列人嘅失敗就係乜嘢啊？就係唔去領受神嘅默示、神嘅教訓，以致到民就放肆。所以今日當我哋睇翻我哋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嘅時候，反過嚟耶和華嘅言語稀少嘅原因，其實都係結果。結果係乜嘢？人行惡咯。結果係乜嘢？人唔認識神咯。仲有咧，人係唔尊重神咧，而人咧係任意而行咧。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你都真係要睇翻神佢自己嘅心意係點樣？冇錯，呢啲嘅惡人以利同埋佢兩個兒子係令到神嘅説話好似稀少，但係好感謝神一樣嘢，神仍然要向人講説話嘅。點解咁講啊？因為我哋當你睇撒母耳記上睇頭先我哋所讀第3章嘅時候，聖經話俾你聽嘛，第4節一齊讀，佢話乜嘢啊？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裏。第10節又話咩？耶和華又來站着，像前3次呼喚。你睇唔睇到神啊？神佢自己嘅心意話係冇錯，有人唔聽神嘅説話，我仍然要向人講説話，所以就透過咩啊？撒母耳佢能夠希望領受神嘅説話嘅時候，嚟到繼續將神嘅説話嚟去傳遞。所以當我哋讀翻整個舊約嘅心思，耶和華嘅心思就係咁樣啊。當神呼喚埃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聖經話你哋都聽見啦、睇見啦。然之後第5節話咩？一齊讀：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神嘅心意係點啊？神嘅心意點都係乜嘢？好希望人咧係點啊？聽佢嘅説話，然之後成為一個祭司嘅國度。呢個祭司嘅國度即係咩意思啊？將祝福從神嗰度帶俾別人，將人去帶到神嘅面前。所以今日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係咩啊？進入呢個祭司嘅國度喎。哇！我哋幾蒙福啊，係咪啊？神揀選咗我哋嘅時候，我哋人人都係祭司嘅時候，我哋就要點啊？真係要嚟到神嘅面前，像撒母耳一樣，能夠可以領受神嘅説話。咁你話點樣領受啊？點樣領受啊？點樣能夠多得神嘅説話呢？你睇下撒母耳嘅行動呢，哇！有多方面嘅提醒喎。因為時間關係呢，我就好濃縮咁講喎。咁你又要點啊？打醒幾多精神啊？12個打醒12精神啦。我唔知12精神係啲咩，總之有精神啦。聽一聽咯，係咪啊？自他人道有幾樣第一樣嘢，你話佢警唔警醒啊？好警醒啊！因為耶和華一呼喚佢嘅時候，佢話我在這裏，呢個就對神嘅説話係敏感啊，係咪啊？呢個敏鋭性其實就係俾我哋一個提醒。所以今日我哋對神嘅説話敏唔敏鋭啊？會唔會一知道打開聖經嘅時候，即刻話神嘅説話喎，我就好想嚟到聽喎，有一個咁嘅回應呢？因為聽過晒啦，何牧師呢段聖經我都識啦，你識唔識啊？講翻俾我聽，咁啊幾好啊，係咪啊？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呢，即係已經係冇咗呢個敏鋭性，因為我哋當俾呢個世界污染嘅時候，人都會乜嘢？對神嘅説話遲鈍咗喎。舉一個例你就明白，當亞當夏娃食咗禁果之後，佢哋做咗咩事啊？總有幾件事啊。其中一件事係乜嘢？聖經話俾我哋聽，佢躲藏起嚟，係咪啊？躲藏起嚟，要神咩啊？
呼喚佢哋。亞當、夏娃，你喺邊啊？其實神知道啊，要佢哋現身，係咪啊？佢驚咗神嘅説話啊！點解？當人佢唔聽神嘅説話嘅時候，神嘅説話臨到嘅時候，佢真係會驚㗎。但係呢個驚有個好處就係希望佢能夠回轉啊嘛。咁然之後神話你喺邊度啊？終於都走唔甩啦，係咪啊？所以今日我哋有一個警醒嘅心去聽神嘅説話，你話好唔好啊？係好好啊！因為點解？神始終都要我哋乜嘢？再一次去到佢嗰度，希望佢能夠咧希望能夠讓佢帶領我哋走人生嘅道路。第五節又話俾我哋聽乜嘢？佢一到聽到神嘅聲音嘅時候，佢點啊？聖經話俾我哋聽，佢咩啊？跑去，佢迅速嘅回應喎。呢個係咩啊？亦都係唔單止係敏鋭，更加係咩啊？迅速嘅回應。當神教導我哋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哋就即刻乜嘢？應該有所回應，就唔係遲鈍嘅。神提醒咗我又唔去做啦，神提醒咗我唔好懶，我又繼續懶啦。神提醒咗我話要乜嘢？要去愛人，我又唔去真係關心人啦。咁呢啲就唔得迅速咯，所以好惰性啊。當然喺呢個時候，撒母耳仲未正式認識耶和華，因為點解？因為佢細個，佢同以利個認識嗰兩個仔嘅認識唔同，因為佢嘅知識上高，事實上係唔夠以利兩個仔做祭司咁多嘅，所以喺呢個時候佢只有一個回應。但係我覺得唔容易㗎，因為幾歲嘅細蚊仔，佢半夜瞓得冧唔冧啊？瞓好冧喎，你要佢警醒喎，你要佢迅速回應喎，睡眼蒙鬆眼咁啊，一次兩次都係咁樣啊。但係呢個撒母耳冇因為咁樣唔去，佢反而咩？一路咁去。而所以有第三樣嘢，忠心係忠於將呢個呼喚，一次係咁，兩次係咁，三次係咁啊！哇，真係都幾攰喎，係咪？半夜成日俾人嘈醒係咪啊？但係呢個細蚊仔好醒瞓。你可以話佢醒瞓，但係亦都話俾我哋聽乜嘢？佢有回應啊嘛！佢唔回應嘅時候，一次聽咗之後都唔係嘅，咪就瞓過。第二次都唔係，橫掂都唔係啦。咁啊，即係照瞓落去咯，係咪啊？但係到第四次嘅時候，佢知道啦，佢知道要回應，知道要回應嘅時候又點樣啊？佢就領受神嘅説話。所以當第四次呼籲臨到嘅時候，佢講一句好精彩嘅説話，就係咩啊？僕人乜嘢？敬聽。所以今日當我哋一拿開呢本聖經嘅時候，我哋應該用咩態度去面對呢本聖經呢？如果我哋都學下僕人敬聽嘅時候，我相信神就要對我哋講説話，係咪啊？好唔好啊？神對我哋講説話係好事嚟㗎。即使話好驚神嘅責備啊，點解你驚神嘅責備啊？就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時候，你就驚神嘅責備啦。但係即使係咁樣，神嘅責備臨到嘅時候都係好嘅，因為點解？佢嘅責備係出於佢嘅愛，佢嘅責備係出於乜嘢？佢好想引導你歸正途啊嘛，係咪啊？所以始終都係用一個僕人敬聽嘅態度。神啊，我今日要讀你嘅説話，請說僕人敬聽。係咁嘅時候，我相信我哋領受神嘅説話又會乜嘢？更加深入，更加多啲啦嚇！領受咗點啊？進行。撒母耳佢聽到神嘅説話之後，佢就按照神嘅説話去傳開去傳講，先要聽神嘅説話先得㗎。如果你唔聽神嘅説話吩咐咗你，你都唔去進行嘅時候，神想繼續多啲嘅説話俾你，咁你都係咩呀？多餘嘅，係咪？所以最後係咩呀？跟住就要傳講啦。領受咗神嘅説話嘅時候，唔係淨係停留喺佢嗰度，因為佢係作為一個神揀選嘅僕人，佢要同人分享，話俾人聽神嘅説話係咩一回事啊！所以當撒母耳長大嘅時候，有一句説話好好嘅，請讀。佢話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哇！呢個就係一個俾佢能夠認定一個身份，就係神所揀選嘅，真係呢個先知嘅身份亦都係士師嘅身份嚟嘅。所以今日神嚟到揀選佢嘅時候，以至到佢能夠領受咗神嘅説話嘅時候，喺佢嗰度能夠講到神嘅説話俾人聽，亦都係幫助百姓一齊去成長，一齊去更多嘅敬畏神，好唔好啊？好好喎，係咪啊？咁當我讀英文嘅時候，有一個翻譯咧就係咩？當佢話
And the child Samuel ministered unto the Lord before Eli.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precious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open vision. 呢個冇默示就係冇一個好清楚嘅指引嘅時候。佢話乜嘢啊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precious in those days 應該係冇喎啊！哇！所以今日點解被稱為係珍貴呢？點解係珍貴？因為物以罕為貴，所以呢個翻譯好得意。佢話同不常有默示係一個互相嘅輝映。不常有默示之後聽唔到，但係喺另外一面睇就係好珍貴㗎，即係話咧好少咁嘅意思咯啊！所以神嘅話語珍唔珍貴啊？係珍貴喎。既然係珍貴嘅時候咁我哋就要點啊？我哋就應該有一種嘅好珍貴，我哋擁有呢本聖經嗰個嘅心態去領受神嘅説話。因為既然係咁珍貴嘅時候，就唔好乜嘢啊？唔好走寶咯。我成日話係咪啊？聖經點講啊？喺呢個詩篇119篇第14節，請讀。我喜悅你的法度，如同喜悅一切的財物。詩篇119篇第14節。哇！原來詩人佢珍貴神嘅法度，即係神嘅説話嘅另一個形容啦。佢話如同喜悅一切嘅財寶。呢一種嘅心態同我哋嘅心態係咪差好遠啊？哇！一切嘅財寶擺喺度，有本聖經擺喺度，你揀邊樣啊？咁一切財寶咯，係咪啊？但係呢個詩人話唔係啊，我寧願要喜悅神嘅説話喎。所以今日我哋讀翻神嘅説話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識講一句係啊，神嘅説話好似我哋腳前嘅燈，仲有呢係路上嘅光喎。既然係咁嘅時候，咁我哋係咪應該好珍貴㗎？而且神嘅説話係點樣啊？聖經話俾你聽，係神所默示㗎嘛，係神親自嘅寫落嚟嘅時候，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乜嘢？有益的，叫乜嘢？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乜嘢？各樣的善事。神嘅説話原來幫助我哋呢個人成長不得已，亦都係能夠可以咧活出神佢自己嗰個生命出嚟。所以問下自己豐唔豐盛？問下一個問題就係、是、我有冇將神嘅説話藏喺心裏邊嘅時候活出嚟？呢、這個就係咩啊？呢、這個就係表明神嘅説話嗰種嘅珍貴。所以今日我哋對神嘅説話點樣睇呢？係咪今日神嘅説話係稀少啊？抑或係我哋係睇重神嘅説話咧？我哋有冇睇重呢？所以今日嚟到一個即係最美嘅時候，讓我哋能夠有一個警醒。今日你同我點樣用我哋嘅時間呢？喺每日當中，每個人都有唔少嘅時間嘅，係咪啊？除咗瞓覺之外，仲有好多嘅時間。但係呢啲嘅時間，我哋用嚟做乜嘢嘢呢？我話呢度每一個圖案啊，你都應該好認識嘅，係咪啊？有邊個人唔上網啊？有邊個人唔用 WhatsApp 嘅？有邊個人唔打電話嘅？睇電腦嘅咧？睇 YouTube 嘅咧？睇片集嘅咧？睇呢個嘅所謂咧好多嘅資訊嘅咧？哇！好多時間用咗落去喎，係咪啊？但係中間有咩啊？你話俾我聽咩嚟？中間係咩啊？中間嗰本係聖經嚟㗎，聖經佔嗰個位置係點樣啊？哇！會唔會好細咧？我唔知你本聖經幾大喺你眼中會唔會話多啲？我寧願用多啲時間去睇呢一個嘅聖經，好過用多啲時間去追片集，因為你知道咧。其中你有啲人退休即係冇嘢做噶嘛，唔係東摩就西摩噶啦嘛，即係行完商場東邊個摩咧就行西邊個摩，所以東摩西摩。如果唔係前摩後摩噶啦嘛，係咪啊？摩來摩去，摩晒啲時間如果唔係摩嘅時候，可能就睇片集煲片啊嘛，冇嘢做啊，睇完一個又一片嗰啲片集唔知點解又好似有個勾咁啊，勾住你嘅喎，睇完一集又一集嘅喎，係咪啊？所以今日。而家啲片集咧好識得咧吸引人嘅，你睇開嗰種咧，佢又幫下你，又揾嗰啲嘅片集出嚟嘅喎。所以今日我哋係咪珍貴耶和華嘅説話啊？我哋係咪需要更多時間？好似詩篇咁講，一齊讀119篇第15節，請讀。我要默想你的訓詞，看重你的道路。神好想我哋乜嘢？真係默想佢嘅説話，看重佢嘅道路。有幾多時候我哋真係默想神嘅説話呢？
怪唔得詩篇第一篇就提醒我哋，為喜愛耶和華嘅律法，駁俾我聽，晝夜思想，跟住呢，這人變為有福。哇！咁樣我哋唔係講呢篇詩篇啊，但係你想唔想做一個有福嘅人啊？係嘅時候，求主幫助我哋，真係能夠可以珍貴耶和華嘅説話，像撒母耳有咁多嘅行動，咁多嘅表現，讓我哋能夠可以一齊彼此嘅，都係喺年初裏邊呢，能夠可以再定位一下，好唔好啊？再一次將嗰本可能發咗毛嘅聖經快快攞咗出嚟，或者係好少揭嘅聖經揭下佢，我哋一齊唱一首詩歌，你的話。我哋結束，請我們唱一首詩歌，就是你的話。呢首歌好有意思，因為呢話俾我聽，你嘅話係我哋要藏喺心裏邊，一齊起身唱。呢支琴。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主啊，與我親近，我愛你聲音。作我腳前的燈，作我路上的光。天地將要過去，你的話卻長存。天地將毀壞，你的話卻長生。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就係重複頭先第一章嘅嚇。唔好意思，應該係頭先，因為唱兩次嘅就好，唔緊要 ，once again，OK，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主啊，與我親近，我愛你聲音，作我腳前的燈，作我路上的光。天地將要過去，你的話卻長存。天地將毀壞，你的話卻長生。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作我腳前的燈，作我路上的光。一齊祈禱。親愛天父，多謝你俾我哋有咁寶貴嘅説話，透過撒母耳佢聆聽神嘅説話，又俾我哋有所提醒，唔好讓耶和華嘅話稀少，免得我哋得罪你，免得我哋唔認識你，免得我哋任意而行。所以主啊，幫助我哋能夠有一個極大渴慕主嘅話嘅心同埋行動，
使我哋喺呢年裏邊能夠透過思想默想你嘅話，我哋成為一個有福嘅人。祝福我哋每一個，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請坐。以下係奉獻嘅時間。奉獻係基督徒嘅本分。聖經教導我哋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上帝所喜悅的。弟兄姊妹，如果係預備咗奉獻嘅，可以喺崇拜前或者崇拜後將你哋嘅奉獻投入奉獻箱。請起立，我哋以下係請洪牧師帶領我哋為奉獻獻禱，之後同唱三一頌。好，請我哋一齊同心為奉獻而獻禱。親愛的主，萬物都係從你而嚟嘅，讓我哋呢班屬主嘅兒女們能夠甘心樂意咁嚟回應你嘅愛，讓我哋一啲嘅金錢、我哋嘅心思意念嚟到奉獻俾你，求你使用，求你祝福，讓更多人聽到神你嘅説話，明白你嘅救恩，又能夠得救。所以主啊，祝福我哋每一個人所獻上嘅，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請唱三一頌。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門。請坐。請坐。以下報告，本堂係熱切歡迎新朋友嚟臨參加主日崇拜，嘉賓可以喺留名表上填上閣下嘅地址同埋電話，以便日後嘅聯絡。今日主日我哋好多謝洪信強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謹此致謝。堂會喺今日晏晝1點15分舉行，請各堂委屆時出席。最後我哋唱散會嘅詩歌，普天頌讚560首《生命如江歌》。請起立。領受祝禱，願天父嘅慈愛包圍住我哋，願聖靈嘅感動透過主耶穌基督豐盛嘅救恩，能夠俾我哋嘅生命流露出嚟。因住你嘅說話，我哋嘅生命得着滋潤；因住你嘅說話，我哋能夠知道點樣走光明嘅道路。奉耶穌基督名字祝禱，阿門。
弟兄姊妹靜默之後，請彼此問安之後散會。